肺炎是咱國人癌症死因的頭名，因為肺炎早期無明顯的症狀。南投縣政府4天來進行大規模公費的體檢，有11300多人來進行體檢，其中85個人發現有肺癌，通提早來接受治療。肺癌是10大癌症死因的第一名。衛福部4年前就推動公費肺部低劑量的電腦斷層的體檢補助。南投縣政府4年來嘛完成11000多人的體檢，成功發現85位肺癌的案例，大部分攏是無症頭的早期肺癌的患者。南投衛生局表示，家在會當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。阿公跟爸爸都有抽菸，所以我們都有洗二手煙。那妹妹的是0期的肺腺癌，所以呢，我覺得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2年會使來做一遍這款的檢查，這款的檢查做起來真緊，若對身體嘛無侵入性，若真正發現到有可疑病灶，咱來轉去會來處理的病院做進一步的檢查。南投衛生局表示，這公費肺炎的體檢，不是專門普遍來體檢，是精準的體檢，整合南投縣的醫療資源，串聯病院做體檢的服務，追蹤治療規套的模式，賣去社區來宣導，鼓勵高風險的族群去體檢，達到提早發現的防治效果。你若是講厝內有爸爸媽媽，還是你的囡仔，吼兄弟姊妹有肺癌的吼，一定的年齡，還是講你即擺結婚，食20包年，吼，攏符合咱公費體檢的對象。咱這唔是全民篩檢吼，主要是精準的一個篩檢。南投衛生局表示，目前南投縣有7間病院會當做體檢，嘛會當至13間衛生所先諮詢。醫生嘛表示，若是檢查出肺部無正常，唔免驚嚇，按照醫生的建議來治療，定期來追蹤內篩。重要的是愛把握黃金的治療期。記者洪醫修南投報道。